来上界艰苦的一关。爱的伊要来离开，你讲过我相信合你。阿妈，你今嘛伫倒位？阮会叫你，你敢有听到？你已经是一个高水准在唱这个歌，我觉得你这个歌是我听过第一次跟人家不一样的。你们今天2个，我都希望你们留下来。高手踢馆和潘正达提出压箱宝，结果我真的很怕你唱这一首歌，我怕说万一这首歌把你从卫冕者让它跌下来，那怎么办？天灾人祸做回来，潘正达怎样会堪呢？有热情面对成功的路，认真的人。你觉得最后那一句辣死了？你觉得该不该继续为你？你用你的自尊心下台就好了。欢迎收看《超级狂人榜，我是虞美人。我是蔡昌宪。嘿，美人节哟，中秋节又要到了。是这届红人榜把希望跟所有的人拢挖走会。我我们在9月14号要提前跟大家做过中秋。9月14暗时7点，伫台北永和的仁爱公园，咱这届有真侪咱红人榜的歌手，还有真侪唱歌的前辈，咱拢会唱一个人的歌，伊叫做杨三郎。对所以咱个有参照伊真侪作品啊，港岛夜舞、梦里早归、高浪花等等之类的。所以希望爱听歌的朋友，个爱航拍的朋友，爱跟咱台到老的朋友，希望9月14可以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谢谢大家。谢谢。好，那我们马上来欢迎我们的评审老师。吴善林 Freddy 老师、陈子红老师、许常德老师、詹雅文老师、荒山亮老师。刷来马上来进行偶像组资格赛。偶像组的资格赛，哇，今天的挑战者这强哎，很有可能把我们卫冕者拉下来。我们欢迎第一位，今天特地搭飞机过来的马来高梦妍。第2位是我们平头小歌王高嘉全。梦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梦妍。好，嗨，大家好，我是高嘉群。好，这个特地坐飞机来，对不对？哈对啊，哎现在肚子好饿哦，啊一下飞机就马上来唱歌。啊，所以唱歌之前不可以吃饭嘛，要吃一点点啊，要吃一点哈。没有力唱啊，这样子。哦，是是是。啊，你有脚爸不？有哦哈。啊，今天有人来帮你加油吗？有朋友跟哥哥啊，你今天眼神要定焦哦，哈定焦知道吗？我哈回去练，有练，有对不对练哦好有练了吗？有来神有神，你看看，来来来，来，来看好看好哦。哎，有练哦。OK，好。那么我们先请问一下梦妍带来的歌曲是《无你的情批，无字的金杯》啊。那嘉群呢？我这首歌要送给我2个阿妈，阿嬷的位两个嘛，来，我们欢迎他们2位。谢谢。阿嬷不捌你，但是伊捌真多代志。伊讲闪电是天的锁匙，锁匙打开有雨水。阿嬷不捌你，但是有一张情话写予你。经过几十年，毋捌听开。伊讲写你不如伤心。我爱的伊要来离开，伊讲孤单伤心合你，无留伴你，就断了过去。
谢。谢谢梦妍。接下来高家群带来的歌曲是《阿妈的话》。伫细汉的时阵，阮阿嬷对我上好，甲上好的物件拢会留互我。伊嘛定定带我去游青，看人在佚佗，看人在办公会啊，看人在美小找。伊定定甲阮讲，叫阮着爱好好读册。唔通大汉像恁老爸遐尼啊凉薄哦，伫迄个时阵，阮拢听拢无。阿嬷，你到底是在讲啥话？断了后，才知影阿嬷的话，我会甲永远永远藏在心肝底，想着。一步的过去，定定拢会予人心难忘。时间一分一秒在过去，伫阮的心内，定定拢会想着伊。叫你，你敢有听着？阮的认真甲阮的想望，你敢有看着？阮的叫你，你知影无？阿嬷，你请嘛过了好无？敢有人在甲你照顾？希望后世人。做你永远的孙仔，搁叫你一声妈。谢谢家群。我先讲梦妍，我觉得那个你从马来西亚来这边比赛哦，真的很谢谢你，因为我觉得可以为一个音乐哦，然后跨一个海，然后来参加比赛，然后也不一定能不能拿到什么钱，这个很，就是你一定找到那个价值啊，我觉得这个。然后我觉得这个歌《无知的情批》呢，这个歌其实看似很好唱，其实不好唱。啊，那我是觉得你唱这个歌啊，就是刚才我跟那个雅文有在讨论，就这个歌你的共鸣点呢，好像都偏高，就变成说这个其实这样的内心的歌，其实有时候要低频多一点，那个肉才会出来，那个感动点才会有，不然的话，我觉得整首歌其实你已经是一个高水准在唱这个歌，因为你一开始唱这个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不是像一般就说哦，我们唱一首台语歌，我们就用我们的惯性拿来唱。其实你唱歌都有一个架构在，就是比较职业歌手的那种唱法，啊，这一点很赞。然后家群，我觉得这个歌很多人唱过，对不对？很多人会唱得很像萧煌奇嘛，对不对？我觉得你这个歌是我听过第一次跟人家不一样的。谢谢老师。然后呢，我觉得不一样的点在哪里？就是说，其实你有很多很会制造一些细节的感动。你不像有些人在唱这个歌就只冲高音的地方，你反而那个高音的部分还有收回来，然后有一些细节情绪的那个渲染，其实设计的蛮特别的。这一点是，我也觉得你很特别啦。你们今天两个，我都希望你们留下来，然后给我们的卫冕者。那么你眼睛闭起来在干什么？
一刚一啊，你在背歌吗？我们就趁这个卫冕者现在已经是分心的状态下，好好攻他一下，谢谢。谢谢老师。好，我们请子红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梦妍这个歌其实唱得还不错，那只是说有些地方，尤其在那个副歌的后半的地方，有一点点赶，但不至于到抢拍的地步，但是是有一点点那个情绪，如果再缓一点的话，好，尤其是到那个三明海水西基伊那个地方，稍微缓一点的话，这整个歌会更好。这当然是我从里面去挑毛病啦，整体来讲我觉得还不错。谢谢，谢谢。那么我们马上来看一下梦妍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啊！梦妍特地从马来西亚回过来比赛，梦妍会得到几22.6分。好，接下来看咱加权的分数，评审请下分数。首歌是要带魔咒那一关要唱。潘正达提出压箱宝，结果我真的很怕你唱这一首歌，我怕说万一这首歌把你从卫冕者让它跌下来，那怎么办？连老师拢烦恼的歌，胖达是会表现了安怎呢？今天还好，这个李明耀老师不在，我觉得他在的话。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大喊了后，这怎样卖为啊？真大！飞机票也是贵啊，所以来几抓，爱唱两盖，对，要唱2首歌，对不对？哎，还有青春组的资格赛，咱今晚邀请第一位挑战者，伊是咱红人榜的总经理，我们欢迎杨安本。第二位是咱的国乐女唱将王小乔。来，两位好，打声招呼。大家好，我是杨安本，大家好，我是王小乔。好，本是老朋友了啦，对不对？哈，也是新同学啦。哦，如果今天说唱的歌是你爸指定的，是啊，也不是指定，是说这从小到大常常跟爸爸一起唱歌。那这首歌老实讲，就是给他听过，觉得这首歌是比较我觉得我唱的比较有味道的一首歌。这样子。好，所以今天这个要拿这首歌来比赛，对不对？哈。是啊，因为这次的新同学实力也不容忽视，所以拿了一个我最拿手的歌曲来。是啊，新同学，我们要认识一下什么叫国乐女唱将。哦，因为我本身是在国乐团里面担任乐师的工作，对，然后我主修是二胡，然后跟键盘。是，那你怎么会被发掘的呢？被我们的田老师发掘的，对吧？对，田正道老师发掘的。对啊。因为我们是白场跟红场都有在做。白场是什么？白场就是白天的。嘿。然后那一天就是可能是一个缘分啦，就是刚好是田老师的阿嬷。阿嬷的告别式这样，然后当天我就唱了一个拱。谢谢两位。好，我们请音乐师唱的是荒山亮老师的歌《情谊》。那这次我就是不走搞笑路线，很认真的在唱了，因为以前都很搞笑啊。我有发现，真的哦，变稳多了。对啊。哦，你以前唱歌是搞笑哦，就是钢管舞啊，因为这样你看这样爆红，然后红的不是钢管舞老师红了我，是，对啊，人家说你只跳钢管那类哈，对了，就是修第一个，谢谢，所以你是说这首歌唱完红的是你，不是荒山亮？哎，不是啦，红的还是荒山亮老师。那我们请荒山亮老师来给你批评指教一下好吗？哈，来，荒山亮老师。安本，谢谢你选我的歌哈，也知道讲，咱讲恁爸爸嘛介意我的歌吼，伫遮这感谢哈，谢谢。爸爸伫遐啦，哎，爸爸伫遮哈，拄则你咧讲这个送给爸爸的时候，爸爸在那边这个帮你欢呼，我看到这个感觉非常的感动啊。今天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大致上的这个样子都有出来。因为我也知影讲你也爱看布袋戏，你嘛知影讲这条歌咧唱什么意思，好，但是讲我听得出来说你在唱歌的时候一直在担心拍子会跟不上，拍子会跟不上，
那你越担心，你越抢拍。那其实整首歌，我是觉得你的表情都还没有做得很足的时候，你就抢着赶快要唱下一句。好，这个是在我听到的，是变成说比较可惜一点点的地方。那不然其实是除了这个问题以外，我其实觉得你有一些表情，你都有自己的味道，你也没有真的模仿我，我是觉得还不错。谢谢。好，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小乔这样的一个编曲其实也层次做拍走他没有说可以做到怎么样花俏的东西，那他拿来当比赛歌曲也比较吃亏了，有较吃亏啊。为什么？因为伊无法度真侪起步，听不出来你的技巧，听不出来你的重点在多位。但是事实上，要听这样的编曲来唱歌的人也是不简单的功力哦。如果你的身体律动呢，再跟老师的那个节拍再近一点，哇，我觉得会更棒、更加分的。但是整体上来讲，我都觉得你的共鸣点如果转换更有味道一点哦，若无层次既然无遐济嘛，咱用共鸣来转换它的味道，迄个气味，规首歌气味才袂规个拢平平。若要比赛时选安尼歌，才有迄个起伏的点，听到才有亮点哦，不得了！这样的歌他还唱得出味道，那个分数会更高哦。继续加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谢谢。很有机会的感觉哦。输吗？是，好不好？我也是这样想。来看一下安本的成绩，评审请一下分数。加油啊！你那里正经800的安本会得到几分？加油！22.5分。好，接下来看我们新同学小乔会得到几分？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小乔！被我们田老师发掘，会得到哇，19.7分。我以为你会赢呢。我也是啊，没关系啊，让人家机会给新同学嘛。所以下次来吓他，好不好？没问题，没问题。好，谢谢安本，谢谢。马上有请我们的胖达潘正大。大家好，我是超级红人榜胖达。哎呦，我干嘛你跟他棒打？棒打，不进不棒。哦，这大尊啊，那的丢啊！上次好像也是3个，对，而且上次他自己猜的，对，拢冠军，是啊，这个拢来陪你啊。哇，这个关拢叫拍滚。那么问一下梦妍，那你又有机会再唱一首歌，你要带来什么歌曲？我要唱雅文老师的歌。哦。真孤单爱你命，真孤单爱你命哦，真孤单爱你命。OK， 好。嘉群呢？若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哇，洪大哥的歌曲。哦，我以为他在讲什么，原来是歌。那是我回头来看你手。看你手哈。你莫讲传染呐。好。正大要唱什么歌曲来应付嘞？我唱这首李明阳老师的歌，新专辑《欠天一滴泪》。他没有，所以。他没有挡住你吗？听说李明阳老师不赞成你用这首歌，而且他还没有来到现场。老师讲紧张啊，给我唱也对呀，而且你今天要对的是梦妍跟嘉群呢，你确定要拿这么新的歌出来吗？对，还是就是因为对到他们才要拿出这首？我本来这首歌是要带魔咒那一关要唱的。哦，我从第10关的时候要唱的。啊，到尾拄到梦妍跟高嘉群哦，没啥，一定要提前，要提前第高关紧唱。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李明阳老师今天不敢来呢？因为万一你这首歌，你唱这首歌，结果下台一继续歌真正，伊都欠你一对你，就别人欠你一滴泪了，安尼嘿。没，老师你要对我有信心。哦，哇，这个拿新歌出来挑战哦，好。那么我们先请梦妍开始唱，好不好？来，掌声欢迎！接下来高嘉群带来的歌曲是《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当初的山盟海誓，如
经历我煞来离别，我爱你上多。我愿你离好这多年，我的心我的梦，永远拢是你。孤孤单单，昏昏扰扰的暗暝，你的情，你的人，有啥人伫你身边？若是我。回头来牵你的手，面对阮的感情，你打算安怎来收？亲像不是爱你的理由，你若放手，我永远是你的朋友。若是我。回头来牵你的手，面对阮的感情，你打算安怎来收？亲像不是爱你的理由，你若放手，我永远是你的朋友。谢谢高家群。接下来卫冕者潘正达带来的歌曲是《欠天一滴泪》。想要飞，欠是一对。明阳老师嘛，唔敢听这条歌，到底唱了安怎？这条新歌对着两位歌手，是会变做什么局面呢？觉得你们三个真的都很赞啊！高队，我刚才在打分数，我从来没有打过那么久。我也真的很挣扎，刚刚评分评好久，那只能说今天三位真的表现太精彩。三位高手齐聚一堂，好看到练对新歌。接下来卫冕者潘正达带来的歌曲是《欠天一滴泪》。想要飞，欠是一对，想要走，怪路无边。我坚强的勇气，要行的路，我不惊那颠天。一声希望，我用歌声唱安慰。要爱的人，不予伊这苦滋味，若了解。请你放我花一蕊，想要飞，欠是一对，想要走，歪路无边。我无怨叹的本钱，也无悲伤的地位。无论命运怎创意，今生的我永远欠天一滴泪。想要飞，欠是一对，想要走，歪路无边。我无怨叹的本钱，也无悲伤的地位。无论命运怎
谢谢。来，这个梦妍，漂洋过海过来唱到安尼的歌曲，我只能跟你讲，真的是要掌声鼓励，你真的唱得非常好。啊，谢谢老师，谢谢。那从入歌开始呢，我都觉得你在掌控当中，还是那个问题，就是你的共鸣点、声音的共鸣都太高了。给你一个小小建议，你在尾端的时候呢，都赶拍子了。哦，所以你的拍子，家己爱搁较稳的哦，吼。啊，还有就是自由拍的最后一句，你可以让自己更放一点，放心，把你的歌曲交给老师。你莫惊讲老师在给你等，啊，你就一直赶要唱，所以你赶着唱的时候，那个感情度完全就会不见，这个是有点可惜。都安尼尔，啊，若无我感觉你规首歌唱得足好诶。谢谢老师。我觉得你们3个真的都很赞啊，我就好。你还想要给再看一次就对了。我告诉你，我刚才在打分数，我从来没有打过那么久，就是这边等，不知道打什么分数。其实对我来讲，你们今天3个人，不管有没有出一些细节的状况，对我来讲都没有状况，因为这样的一个高度里面可以让我们进去那个情感里面，其实那些细节都不重要。然后嘉群呢，按照道理来讲，你第一个音唱错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就不要听了，对不对？可是你很厉害，就是立刻我们还是继续听，这一点就是你的一种力道，你很会抓人的心的那个细腻的部分啊，就是人在听歌的时候，也许可以听一些比较明显的情绪，可是有时候也会听一些伏笔，就是那个伏笔是放在内心里面的，然后让我们听的人可以去追寻，你就是有这种能力。我觉得你们3个今天都很棒，谢谢。谢谢老师，对啦。其实有时候这就是很为难，追准都有搞啊，在同一场比，对不对真的是难分高下这是评审老师的为难那我们就为难一下荒山亮老师。我也真的很挣扎，我刚刚评分评好久，那只能说今天3位真的表现得太精彩了那个我们的潘达胖达还是邦达，那个今天还好，这个李明阳老师不在我觉得他在的话，他应该也会起立鼓掌因为我觉得唱的这个气势十足，真的太好听了，太棒了。我没有什么挑剔你的地方，给你很高分，谢谢你。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嘉群压力有没有很大？有当兵了没？还没。你就做宪兵吧，眼神都不用练了那够顶几个位了。宪兵要练成这样要练多久？开玩笑我们先看成绩啦，好不好？哎呦，好紧张哦！这真的是我们在后面已经开赌盘了。对哎呦 ，OK， 好，先看一下梦妍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来哦，梦妍，妈来搞，梦妍会得到几分？哇，23.1分。Oh my god！ 谢谢。果然嘉群，加油！好，会得到几分？评审请下分数。嘉群啊，嘉群，哇，22.6分，那是没败啊。所以接下来，胖达，你一定要超过23.1，不然这个位就要牛郎谁啊？我不要走。好，我不是我能决定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不太想走的胖达，是否可以继续留在这个宝座？评审，请下分数。成功的路，认真的人。你觉得最后那一句辣词你觉得该不该继续卫冕？你用你的自尊心下台就好了。好冰心变落台，场面一发不可收拾。评
评审请下分数。谢谢老师，谢谢。哇，23.4分，再创高分啊！哇，梦妍，你没有让我失望，真的。你有让我吓到。对，23.1分，是 OK， 非常强的分数，好不好？谢谢谢谢。啊，这是他不是每一次都有这种歌可以唱的啦，OK？ 对对对，他是不是只是提前拿出来用而已。等他10关魔咒先拿来用，你第10关再来，再来啊，好不好？好，我们谢谢梦妍还有也谢谢嘉群，谢谢两位表现太好了，继续。哎，要台上难过还是下去再难过？下去再难过。下去再难过，好。谢谢梦妍，谢谢。而且感觉你有听雅文老师的话哦，哈，有减肥哦，哈。一点点而已。好，哇，真的有自信哦，你现在更有自信了，对不对？对。啊，你还有这样的歌可以拿出来用吗？我等下吹看嘛。是。哇，真的你也没有让明阳老师丢脸，对不对？哈对呀，恭喜邦达，不，恭喜潘正达登上我们的晃任棒宝座。谢谢。恭喜潘正达闯进了第9关。新竹子的卫冕赛有请卫冕者豹哥王俊卿，还有豹哥。袁姐上线，嗨，王家的后代子孙，等一下要 PK 了。是，现场所有观众朋友，两个都姓王。大家好。王先生跟王小姐要 PK 了哈。那王先生今天有什么新的歌路要表现吗？11关了嘛，哈。嗯，是。颠覆一下传统啊，唱一下比较轻松愉快的，劝人家要满足的歌曲。哦，颠覆你自己啦。对啊，颠覆我自己的传统啊，对不对？就是那种悲伤的歌啊，什么的 power 歌，今天把它拿掉了。是，哎，对。好，那你要带来什么歌曲？蔡小虎老师的《假扣动作假蹦》。哦，哎，这个真的很不一样哦，不一样哦。他唱的很不一样。啊，会跳会律动吗？我尽量，因为我怕我跳了又忘词了。身体动。记歌词是他的罩门，对不对？哈，你记歌词应该没问题嘛，对不对？对，是你的强项，是不是？记谱比较更厉害，更厉害一点。好，那你今天要带来什么歌曲？海海零星。哦，哎，这个有意思哦，一个是轻快的哈，一个是海海零星哦，我觉得这应该大家很期待，对不对哈？那么我们马上来听你们两位唱歌，好不好？好，掌声欢迎两位，欢迎。这心情含较开满，唔通太认真想着会惊。有人真故意，定定嘛是有人变卦。这人情怎样才看会破？人讲这人生海路好行。唔通我头望望着会望，有人爱着阮，偏偏原来的是别人，这情债怎样计较输赢？轻轻松松人生路途阮来行，无人心界永远孤单。笑阮无牵挂，人讲
该路行，唔通我头目望着的梦。有人爱着阮，偏偏阮爱的是别人，这情债怎样计较输赢？这情债怎样计较输赢？这情债怎样计较输赢？谢谢大家。谢谢王小乔。接下来为名者王俊卿带来的歌曲是《脚步动作脚步》。变甲有我呢差，有你的关怀予我。无论世界变化有我呢大，对你我永远牵挂。心连心，你的温情比天大，手牵手，永远陪你行小路。我支持你，做你的靠山，过幸福的生活。将这苦当作食补，咱永远互相照顾。有热情，用心打拼做，我甲你行共步。将这苦当作食补，咱永远互相照顾。有热情，面对成功的路。认真的人上幸福。谢谢。魔咒不一定在第10关。对。好，我们邀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我先讲一下那个王俊卿，你觉得最后那一句辣词啊，你觉得该不该继续卫冕呢？这个动作我就想到我们的佛莱迪老师。这里古水的查某囡仔，竟然是小小佛莱迪。功课转来你就知影，安怎对安尼变安尼。好，我先讲一下那个王俊卿，听你唱歌呢可以听，然后再把头抬起来看你唱歌呢，哇就不能听。我觉得唱这样的歌不一定要动，你不那个动的不好，不如不动。你看王菲有唱快歌有在跳什么舞吗？没有啊，对不对？你就用你的方式来唱就好了，因为反而你唱了你跳那个舞哦，跳那么僵硬呢，反而会让人家分心呐。啊，然后呢？你觉得最后那一句辣词啊，你觉得该不该继续卫冕呢？我觉得下次继续努力。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继续要在台继续唱嘛。有机会的话，我下次继续努力，然后改掉这种忘词的习惯。如果你下次如果有机会再坐上去，然后那个歌词再忘记，要怎么办？就该死啊！就不管比对手再怎么烂，你就完全退出，这样子好不好？好，好，其他你除了辣词以外，其他大部分都很好。然后当然舞蹈很不好，好，然后那个
小乔，我觉得你第一首歌唱的那个音色啊，那你选《海海人生》，其实我有吓一跳，就觉得这个音色怎么全是这么有人生况味的歌呢？啊，我是觉得是说你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而且唱歌跟音乐的领悟力也很强。可是呢，我觉得你没有很认真要做这个比赛，就是感觉你是来玩票的，不够认真，你知道吗？比如唱这个《海海人生》。觉得那个音色其实有一点沧桑的音色出来，没有错。可是好像点到为止，其实也没有想要把那个情绪没有那个企图心，听不到企图心。这一点我觉得你要再加强，不然我会浪费你的那个天分。好，谢谢。谢老师。谢谢。好，我们请 Freddie 老师。小乔的部分哦，其实我是甲常德老师的看法较相像，都是顶一块歌曲的时阵，你其实较轻松的方式、较快乐的方式来唱。所以讲我感觉你伫顶一块歌的时阵，你的迄个情绪较好，所以我分数互你较悬，比安本较悬。啊，毋过即块歌我感觉可能嘛是因为你头拄讲的紧张的款吼，你迄个情绪较找无迄个方向，我无感觉到一个一贯从头到尾的迄个情绪较无。啊，可能嘛是因为头拄仔迄个轻轻松松的迄个音准走去的时阵，你可能嘛你家己一定有听出来啦吼。对啊，所以讲，这块歌你就表现了，我个人是感觉无顶一块遐好安尼，谢谢。谢谢。这是播足大，意思讲，万不你今仔日过关，过关后摆任何一次比赛一直到20关你有任何一次落词都不用再看分数了哦。有这种规定吗？会使吗？这真正保这大哦。等于就不用看分数了啊，对不对？不用管我们的规则啊，你就用你的自尊心下台就好了。这许常德老师用就抓好别人死啦。好啦，吓他一下啦，好不好？因为看完分数才知道啊，对不对？好，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小乔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小乔儿。22.4分。接下来看咱俊清啊，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哦！12.6分，险啊！小乔，你加一丝丝来就好啊，真正。你那个音若是无走去，可能。哎呀，好，我们这个谢谢小乔，谢谢。好。感觉怎样？机会是有扩大了，但是嘛是爱是。辣词过关，唔知什么感觉哦。会觉得，敢若唔是家己想要爱啊。对啊。拍摄。好了，这个支持近乎勇嘛，哈。OK， 好。是，也希望你能够把这歌词牢牢的记住，对不对？哈，不然到时候随便阿德老师就说，请你发挥自尊心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看了，对不对？好，我们要再一次恭喜宝哥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谢谢。马上进行我们的小歌王擂台战。对，好，这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个赛事，但是已经进行到第9周了哦。对，在1周我们的冠军就会产生，他就可以得到1万元的奖学金。安呢，咱就先来欢迎咱的挑战者，我们欢迎新的挑战者李品贤。非常可爱的妹妹。好，品贤你好。大家好，我叫李品贤，今年6岁，我要唱《罗比达》，让大家们可以喜欢。哇，好可爱，直接就讲出要唱什么了。啊，你住哪里？住板桥。哦，有读幼稚园了吗？读了。大班对不对？1年级。哦，1年级。哦，板桥什么国小？莒光国小。莒光国小啊。从小就喜欢唱歌哈，我的从小一直才6岁啊，3岁就很爱唱歌了嘛。对。哦 ，OK， 好。记得品贤上次有来过，对不对？对。
那是跟妈妈合唱。对，哇，那这次多久没有过来这边唱歌了？我不知道，不知道。那你有没有喜欢在这边唱歌的感觉？喜欢。喜欢，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好。好，那我们先有请我们的卫冕者杨东林。哇，来。大家好，我是杨东林。有啥？大家好，我是杨东林。今年人会我为中华得回来，遮久无看到我有较大汉无？哦，有啦。有呢，大家会看呢，大家有看呢，吼，嘿啊，敢若8岁咧，吼，2个拢6岁，对，吼，一个为中华，一个为邦桥，吼，一个要唱路边摊，吼，东林，你要唱啥？我要唱《爱情的骗子》，我问你。哇，这个是你母啊，甲你选的歌吗？唔是。哦，无这题是你家己选的吗？嘿。哦，你知影这个什么人唱的无？陈小云。哦，有做功课呢。你有听伊唱的歌的迄落型吗？你有听吗？哦，今日是咱在路边搭问爱情的骗子。来，掌声欢迎他们2位，谢谢，加油。谢谢小美女李品贤。接下来是我们杨东林带来的歌曲是《爱情的骗子》，我猛力。顶礼拜小黑母子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我发现好台上有一个跟你穿母子装的呢。好啊，小黑，跟你这个看母的呢，这是安怎？哎呀啦，这看起来嘛是来闹场的啦！顶礼拜迄个带后生的煞啦！唔知影这礼拜小黑徛台敢有效呢？喜欢这个母子联手的头1号，然后喜欢。淡定，喜欢这个2号擂台组的头2号哈，来评审请举牌。好人想袂到，小黑加持这摆。喜欢这位好大力就来李思颖，头1号，喜欢小黑他妈的选2号，评审请举牌。不行，小黑他妈。你过几个人知？唔知我头壳拢懵懵的。这个时阵，评审会叫你登去看回播带。1、2、3、4、5，小黑真正罩得住，起来洗一轮就赢
你回去会买礼物给小黑吗？一定要的，一定买什么 ？iPad。iPad 哦，我怎么能够赢啊？对啦，我保护啦，我偏心啦，要食鸡肝。哇！到底小黑敢有食到鸡肝咧？希望小黑会当打电话，也是写批来甲阮讲哦。小小歌王擂台赛剩最后2周，杨东林竟然拄到这么关火的歌手，一场让杨东林笑袂出来比赛，到底是会发生什么代志呢？让他讲评实在太厉害了。詹雅文老师，我问你，你连怎讲？我问你，这个代志自从伊开始唱，我就看到伊迄支手。你爱我千千万万你的良心在哪里？东林，这个妈妈教你的呀？对。啊，妈妈拢安尼对爸爸讲话是无？哦，无嘿哦，啊，你若笑甲安尼，哎，所以吼，这个手势妈妈教了真好吼。应该安尼讲吼，今天我觉得品贤呢非常非常的好。品贤他一上来，伊的气质啊，甲伊选的歌曲哦，甲伊的展现，尤其是伊的舞步、伊的手势，是拢设计好啊。而且他都没有绕高，而且路边摊原本伊咧念的是真道地的一寡食材哦，一寡食米、脆食米啊，但是伊将迄个家己拢加甲足正的、足水的吼，我觉得唱得非常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好。那东林的部分呢，我也觉得爱情的骗子，我问你，虽然无适合恁这个年纪啦吼，但是你迄个手势一比起来呢，我就知影哇，这个真的是小小的爱情骗子哦，谢谢老师。未来的哦，未来的。伊讲你是骗子，你知无？我讲你是未来的小小爱情骗子，你还懂得感谢我爱，袂歹袂歹，哦，很好，东林进步了，终于听得懂了哈，哎，人老学老就听有啦。伊妈妈甲讲，无论老师讲啥，你都爱讲谢谢老师。东林今天很棒，因为今仔日有听到你真侪花音，虽然拢讲有较济去啊，但是你的花草愈来愈济啊，对着歌的迄个感觉嘛愈来愈好啊，爱继续加油啊吼，加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接落来我问你，陈国华老师，我问你，品贤呢，今天也很棒哈，我觉得真的是鼓追加3级啦哈。哇，歌追，因为前面呢很特别。一直摇哈，你那个动作前奏的时候再做一次，前奏的哦那个摇哦那个很好看，因为你这个动作我就想到我们的佛莱迪老师，嘿，因为嘛是都一直摇的，哎，所以以后你也叫伊去参加你的演唱会，两个人这位摇，哦头发又一样，很厉害。品贤也很棒哦，因为我觉得这个年纪可以唱成这样是不得了。哦，很期待以后你们的这个前途，加油哈，加油！谢谢。既然你提到佛莱迪老师，佛莱迪老师，我问你，我本来想讲，这届就莫问我，我大概若到这拍，我拢做迄个，我拢一直唔知影要安怎讲伊，啊，搁较安怎讲，当然拢听无呢。也毋过我头拄仔就咧想吼，因为因两个即个表现的方式无共款，品贤算是家己即个。就是规个安排好的这个表演，拢有表演了足完美安尼表现出来。啊，当然吼，就迄个千千万万年迄句的时阵吼，你特别有记咧。其他的时阵你有看，你若头拄有看吼，伊有的时阵袂记，已经唱到第二个、第三个字的时阵，才赶紧来比一下安尼，应该是头一。所以讲，我就伫想讲，是讲囡仔人唱歌，敢有需要讲，就是拢。安排好诶，还是讲自然就好。啊，要毋过我感觉两个人拢足自然诶，所以我上尾啊，其实我是感觉我诶分数其实是互两个，因为我感觉囡仔吼，就是安尼。我相信品贤，要不我问你，你路边摊上爱食啥？上爱食哦，不知道。对，我头头直直想讲对，因为你看伊安尼一直唱落来吼，伊有安尼真正讲安尼进入这个歌，还是有或是没有，其实好像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在看小孩子唱歌的时候，两个人很快乐，那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事了。谢谢。好，东林 ，Freddie 老师讲话你听有无？
有。啊？伊讲啥？这大是大条啊！你听有啥？伊的意思是啥？大概一句啊。一叔叔啊。听有呢。平贤你听有无？听有。伊讲啥？伊的意思是啥？伊的意思说是我爱吃什么。答对了，拍手。你平贤、东林，恁头前伫唱歌台顶有欢喜无？欢喜。安尼就好啊啦。重点啦，对不对？好，我们先来看品贤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品贤，小美女品贤会得到几分嘞？哇！22.9分，哇，这关的呢，非常高的分数，有没有开心？有。哇，信心满满。接下来看咱得等之光，东林跟我都继续卫冕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啊！得等之光杨东林。好，平手。哇，厉害！东林，你知影即摆结果啥款无？两个拢平分。对，评分要安怎？后面搁来比一遍。对。好。东林上爱食因阿嬷炒的高丽菜。你母爱遐煮啥？高丽菜。所以好啦，无就一人摕一盘高丽菜，两个人交换吃一下，好不好？哈，这也算情定高丽菜。我也主持人，我有事要跟大家说。好，有代志啊。请讲。你讲。姚文老师的演唱会有加场，所以9月22日，请大家来看我。你是想来看手表啊？你这有厉害。你想来看手表啊？手表有啥呀？哦，不是手表，是啥咧手的？来，来看一下哈。9月22日，你数字看有无？拍什么？我在请问。什么手机？所以其实动作有做，他其实已经背起来了。9月22日，你拢会出现哦。嘿。哇！你要唱啥歌？敢袂使讲？袂使。袂使哦。这演唱会要保密啦。好，我们非常期待两位下礼拜再来继续比赛，好不好？好，谢谢两位，谢谢品贤还有东林，非常厉害哦。潘正达的第10关魔咒。你原来唱歌那种很自然、很朴实的感觉，魅力不见了。你情绪在倒，你感情在倒，你为你这个。评审，请下分数。后礼拜日敬请准时收看潘正达的第10关。